馮睎乾的專欄，標題為41億元到底怎樣用？宏福苑大火後，特區政府成立援助基金，海納百川地接收善長仁翁嘅捐款。根據最新數據，社會各界已捐出38億港元，連同政府投入嘅3億元，基金累計籌得41億元。火災發生至今已1個月，奇怪嘅係好多事情依然唔清唔楚，除咗死者名單係機密，就連捐款嘅具體去向亦成謎。12月18號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宣布向宏福苑災民發放租金津貼及搬遷補助，並透露計及之前公布嘅補助，援助基金大約用咗12億，但呢12億到底點樣用，至今仍未有官員具體交代過。到咗23號，雜誌社有一篇報道，41億援助金已用12億公眾捐款去向盤點。記者按政府新聞公佈，官員回應傳媒提問嘅內容，總算整合出約11.1億基金承擔額，但呢個金額跟卓永興口中嘅12億仍有9000萬嘅差額，到底係乜嘢一回事呢？我決定自己盤點一次，但算法跟雜誌社有啲唔同。雜誌社係以曾領取生活津貼嘅1935戶作為住戶基數，咁樣做並冇不合理之處，但港府從未解釋嗰12億如何算出嚟。我懷疑佢哋嘅計法係以宏福苑總戶數為標準，即1984戶，咁樣計算，賬面上花費嘅金額就可以大一啲，唔代表實際上真嘅用咗。以下係我嘅盤點清單： 1. 租金津貼及搬遷補助，政府向宏福苑業主提供為期2年，每年15萬元租金津貼，即每戶30萬，以及一筆過嘅5萬元搬遷補助。而租戶則有一筆過嘅5萬元搬遷補助，未有租金津貼，業主可得補貼1984戶乘30萬加5萬，等於6億9440萬。租戶可得補貼 N 乘5萬。N 係租戶數目，但以我所見，政府從未公布宏福苑有多少租戶。 2. 10萬港元業主特別補助，即1984乘10萬，等於1億9840萬。 3. 1萬元應急錢，1984乘1萬，等於1984萬。雜誌社似乎漏咗呢一項。 4. 10萬港元生活津貼，1984乘10萬，等於1億9840萬。12月18號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見記者時，曾表示，我們亦已透過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，向呢啲租戶每戶派發10萬元生活津貼。見政府新聞公佈，留意麥美娟係講向租戶派10萬元生活津貼，咁是否代表業主冇呢？我唔清楚。唯有照舊用1984呢個戶數作參考。 5. 慰問金及殮葬金，政府向每名死者嘅家屬發放20萬元慰問金及5萬元殮葬金，現在已知有161人死亡，161乘25萬，等於4025萬。 6. 外傭補助，12月15號，政府公佈已向110名於宏福苑受僱嘅外傭提供2萬元特別補助，110乘2萬，等於220萬。 7. 受傷補助，火災傷者可獲發受傷補助，以入院當日起計，留院7日或以上者獲發10萬元，留院6日或以下者獲發5萬元。據雜誌社以截至12月10號嘅資料估算，呢筆資助約為640萬。 8. 學生補助，所有居於宏福苑嘅學生會獲發2萬元補助。據雜誌社已截獲12月10號嘅資料估算，呢筆資助約為440萬元。 9. 建造業工人、清潔工同保安員補助，喺宏福苑工作嘅建造業工人、清潔工同保安員會獲發2萬元補助，以支援佢哋不能如常開工或需重新添置生財工具嘅損失。據雜誌社以截至12月10號嘅資料估算，呢筆資助約為220萬元。以上9項撇除無法計算嘅租戶搬遷補助，加起嚟約為11億6600多萬港元。呢個數字只有計多，唔會計少。
但跟卓永興所講嘅12億依然差3000幾萬。假如宏福苑嘅租戶有680戶咁多，每戶5萬元搬遷補助，加上去就差唔多12億啦。但租戶比例有冇咁多呢？唔知道。自己動手計一次，你就會發現政府公布嘅資訊係幾咁含糊同混亂。卓永興口口聲聲講捐款要用得其所，但五花八門嘅資助金額零星散落於不同報道，又冇定期更新以增加透明度。記者同我都要好似砌拼圖、猜謎語一樣靠估，我肯定自己係算唔準嘅。公眾當然唔知道自己捐出去嘅錢用咗喺邊度，請問如何判斷是否用得其所呢？政府肯定知道宏福苑有多少租戶，我唔明白點解唔公布，令大眾無從估算捐款點樣使用。另外，嗰項10萬港元生活津貼亦莫名其妙，如果只俾租戶，整條數會少好多；如果係租戶，業主都有，整條數又會多好多。我至今依然搞唔清楚呢個項目花咗多少。援助基金籌得嗰41億元，有38億都唔係政府錢，人家願意捐俾災民，唔係捐俾政府。而家有啲唔清唔楚地用咗12億，已包含未來2年發俾業主嘅補助啦。剩下嘅29億將如何處理？當中衍生嘅利息每月至少1000萬，仲未考慮捐款仍在增加。我相信特區政府一定唔會自己代代平安，趁機發死人財啩。為咗澄清公眾疑慮，讓災民更加安心，我呼籲政府盡快且定期公布善款嘅具體去向，必須逐項講明，並清楚交代利息將如何運用。千萬唔好將賬目搞到一塌糊塗，讓高度重視今次火災嘅習近平失望啊！本文獲作者授權，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。編者按，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不反映本報立場。